年之约，本座收下。方寒，谢师姐救命之恩。方寒，当初在方家，你定是与我撒了谎。你的修炼进境如此之快，必有其寓。师姐，其实，在逃出妖神祭坛之时，我就猜到了你的秘密。蛟伏黄泉图就在你身上。你且安心，我承诺过不会管你身上的秘密。修仙之人各有自己的奇遇仙缘，即便你身怀黄泉大帝道统，但与华天都定下10年之约，却实属不该。华天都他，华天都也有自己的大仙缘，他曾误闯仙人洞府，得到了上古盘武仙尊的衣钵道统。他修炼盘武大力神通，有无穷的法宝秘籍。现在他即将踏入长生秘境，你想在10年之内胜他，实属妄言。师姐，自我记事起，就食不果腹，备受欺凌。从那时我就知道，尊严要靠自己来争取。后来，承师姐知遇之恩，来到羽化门，可未曾想到，纵是仙门，也难逃弱手强食。历经数次生死劫难，我已经想明白了，我宁可死在追求力量与尊严的道路上，也不要在沉默中苟活。说得好，修行之路本就是逆天而行。如今天地大劫将至，仙魔大战一触即发，但祸福相依，大危机中必有大机遇。只有向死而生，才能搏出自己的一片天地。10年之内，我定与华天都一决生死。门派马上就要召开1年1度的山河榜，此届山河榜不同以往，会奖励魁首1枚阴阳万寿丹。你若能得之，可迅速突破到神通秘境。这山河榜就是你10年之约的第1步。你要用实力让小看你的人闭嘴。方寒定不负师姐厚望。我即刻就要返回小仙界，紫殿峰里福禄灵丹无数，你可随意取用。恭送师姐。这次天魔战场出现变故，晋升了不少内门弟子。为此，门派着我传授3门修炼之法：天地浩然气、混动吐纳功、元辰精神术。尔等则认真修炼即可。天地浩然气，万神归一，吐纳绝法6字耳。唏嘘思，呼喝吹，人神好清而心扰之，人心好静而欲牵之，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，诚其心而神自清，自然6欲不生。言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我运用黄泉秘法，使黄泉图内的5只飞天夜叉互相吞噬蜕变，最终形成的修罗骨。现在我正要这骨与飞剑炼化合一，成为魔剑傀儡，为你所有。魔剑傀儡？不错，这魔剑傀儡是把飞剑融入修罗骨刺中，
练成以剑杀敌的凶残傀儡。等你滴血祭炼，它就会与你心灵相通，等于你的分身。如此甚好，历练多个帮手，修为的进境也能更快些。你现在也面临修为瓶颈了，与其在这儿闭门造车，不如我引你去地底世界历练，如何？不仅可以吸收魔物炼丹，还能采摘法晶玉石，提升修为。法晶玉石？传闻这些玉石是太古时代大战的遗宝。那次浩劫之后，残余的灵气和玉石结合，就形成了法晶。法晶玉石不仅能炼制法宝，还能辅助精神修炼，十分珍贵。好，待我克毕，咱们就前往地底。气聚则生，气散则灭。是故行气而依理者，寿元无穷也。恭送迦兰师姐。走走，去御膳堂吃饭。现在正是人少的时候。你去吧，我有所感悟，要潜心参悟，就不去了。哎呀，吃饱了才有力气修炼嘛。走，这内门功法就是这样。看来我加倍修炼，你我二人共同参悟，应该能更快些。天地浩然气，果然玄妙。等我历练之时用于实战，可能另有收获。这不是方寒吗？你是谁？喂，山河榜第3的叶南天师兄，你都不认识啊？哼，方师弟忘性好大呀！天魔战场上，华师兄收你葫芦的时候，我也在场。师弟被打得匍匐在地的样子，当真令人记忆犹新呢。方寒屡教不改，罪孽深重，此子当废。是他。对了，你不是说你是青薇的未婚夫吗？还说哪个男人和青薇在一起就见一次打一次。我现在和青薇在一起了，你能奈我何呀？想激我出手？别急，再过几个月，就是内门重排山河榜的日子。山河榜第3是吧？我记住了，我会在山河榜上找你。方寒，你师妹莫气，若他真有本事登上山河榜，我定会叫他生死道消，用不着再苦熬10年，也为我青薇师妹出口气。青薇这里谢过师兄，家丑让师兄见笑了。举手之劳，师妹无需多礼。对了，我见师妹也没有什么趁手的法宝，带我去拜见万罗师兄，为师妹求一件上好的法宝，山河榜上也会有些用处。师兄，真是青薇知己之人。师妹且先回府，我安排妥当，再来唤你。辛苦师兄了。耳聪目明，拜见叶师兄。你们2个去跟住方寒，每天干什么，到哪里修炼，1个时辰都不能间断。如有异动，立刻向我禀报。明白。这是40枚晶元丹，你们拿着。等山河榜后，我自会去万罗峰，为你们1人寻得一件法宝。嗯，，多谢叶师兄。
是吗？方海，这里好可怕呀！我就不陪你玩了，你自己好好历练吧。劳烦鹤仙子了，你回去路上也要多加小心。这地底世界比瀚海沙漠要恐怖100倍，你要多加小心啊！我先溜了。几千年了，依旧是这潮湿幽暗的味道。地底世界别有洞天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黄泉圣河就来自这地底世界的最深处，那里可比这儿还诡异离奇，生存规则也更加残酷恐怖。深渊血狼，深渊血狼极其狡诈，体型也是瀚海沙漠的血狼数倍。他们头上凝聚的血晶，却是炼制丹药的绝佳材料。哦，哼，那他们要倒霉了。方寒，抓紧收取狼头上的血晶，然后来黄泉图里找我。我送你一件法宝。好。林师弟，好久不见。1年不见，叶师兄的感知更为灵敏了，林言佩服。师弟脚下无声，较去年更为轻盈，想必得到了凌霄师兄不少指点吧。林言愚钝，自当以勤补拙。短短1年中，我羽化门人才辈出，这方寒的事迹我也有所耳闻。刚才叶师兄与其他出手犯禁，但他仍泰然应对，
其城府不可小觑。若是想把此人玩弄于股掌之中，恐怕不容易啊。他若识相服软，听从我的安排倒也罢了；不然的话，山河榜上偶尔有所伤亡，也是在所难免的。叶师兄还是老样子，打压内门弟子，离间姐妹之情。我仙门弟子岂可如此蝇营狗苟？师弟不必拐弯抹角，门派资源有限，自然能者得之。你我同出5大真传封作，遏制紫殿峰做大，对我们都有好处。我帮大家分了忧，倒被林师弟所不齿了。宁可直中取，不可曲中求。林岩只会以实力强取，不会阴谋诡计，害人利己。实力？呵呵，上届山河榜，师弟却为何输于我？可见师弟还是不理解实力的含义呀。师弟不妨与我同去御膳堂小坐，我为师弟点拨一二。道不同不相为谋。叶师兄，山河榜上再会。言，先。虽然七煞葫芦没了，但你收入黄泉图的第1缕天狼烟还在，所以，我用黄泉圣水，将这天狼烟与血绵魔衣相互融合，重新炼制天狼绽开。如今融入血晶，终于大功告成。黄泉3000块，必须祭天狼。好一个血天狼！纯阳法宝的气息。宝涵，我们快到外面去看看。光芒宛如星辰，似乎是群星门的法宝。群星门，白海禅师傅，言，我们走。是日月五星主，它乃是群星门采集几10甲子的日月星光，经九阳圣水淬炼而成，威能无穷，是我们羽化门9宫金塔不相上下的至宝。小小年纪就有如此重宝，这娃娃定不是一般人物，但怎么会独自流落至此呢？小娃娃，这地底世界也是你撒野的地方吗？这里可没人惯着你，待本大公打破你的罩子，生吞活剥了你的童子肉。这娃娃和白海禅师傅同出一门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
那个女的，还有那把刀，都是些什么东西？哼，你这地魔中的修罗，修罗一族的雄性奇丑无比，但雌性与人类无异，甚至更加妖艳美丽。他身边那口刀叫做阴煞魔刀，刀速堪比音波。看他的修为已进入神通秘境，不好对付啊。方寒，你要准备打硬仗了。你们看住仙人岛吧，那只蝼蚁交给我。你们看好这个娃娃，小小蝼蚁。仙魔大战在即，此次重定山河榜，就是要选出优秀弟子，让他们有机会晋升成真传弟子，为我羽化门丰满羽翼。为此，门派特意为榜首准备了1枚阴阳万寿丹。你们也要嘱咐峰下弟子全力以赴，各显其能。好了，退下吧。是。方寒，拖住他！魔剑傀儡马上就要炼成了。有点东西。这是什么甲胄？竟然能力敌神通秘境的魔女？不知道，但显然是以魔门秘法提升的实力。这小子身上大有古怪呀！要不咱们先走？我有点害怕呀。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们在战场边缘，并且有隐匿符藏身，他们一时注意不到我们。你让开，我再坑你！哎呀！炎，好了没有？地魔修罗，夜叉天王，时剑融融，精气化流。此魔剑傀儡能力敌神通2重，
你竟敢拿我魔族子嗣祭炼傀儡！魔族残害生灵，恶迹昭著，该杀！拿命来！这方寒川的人模狗样，却是个魔道中人，竟然还可以操纵魔道傀儡。哼，咱们把这个重要信息上报给师兄，肯定发达了。啊，对呀，或者咱们等那个魔女将他击杀之后，再带着他的尸体去回禀叶师兄，说是我们所杀，岂不美哉？到那时候，你给我闭嘴！天道金光，内外澄清，黄泉剑法，复印提神。法力，神通秘境。你们这些丑鬼，爹爹的大招来就晚了。你们死定了！刀上的精神烙印已被黄泉水消除，快打死他！你竟敢！
变化。去！先不要杀他，以他的实力，若能收为己用，日后对你必有助益。言，方才好险，神通秘境果然恐怖。若不是你用法力助我，我早已死于非命。下边那个小娃娃的五星镯，能够加快阎罗金身的修炼。要是带上几个甲子，你一身筋骨就会转化为星辰仙骨，逆转肉身。不如我们……我怎么可能去抢一个小娃娃的东西？言，吃的什么呀？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。小娃娃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俺叫星云宝宝。哦，星云宝宝啊，好吃，真好吃。好吃，真好吃，比俺偷偷喝的仙酒还要舒服。不行了，俺醉了，得吃糖葫芦解一下，要不然娘亲知道了可就不好了。翡翠玉清丹，这可是比碧落大丹还要好的丹药，居然是这孩子的糖葫芦。这娃娃的身份果真非同小可。你叫星云宝宝，那你还想吃我的丹药吗？想吃。哎，那你告诉我，你爹娘是谁啊？你原来不是我爹爹派来的大将啊！俺也不知道爹爹叫什么名字，只知道别人都叫他星主。他常常闭关修炼，也不和俺玩。哼，俺就偷偷跑出来干一件大事让他瞧瞧。嗨，先给小蛤蟆吃，然后我再吃。先给小蛤蟆吃，然后我再吃。这是群星门掌教的尊称。这人在3000年前就修炼到了长生一境。为师肉身实宠，死后尸身不腐。待你取得羽化飞升经，返回群星门，求掌门复活我。知道了，星云宝宝，你的圆环真漂亮，能给我看看吗？给。啊，你不怕我拿走你的镯子？我感觉很准的，哥哥你是好人。如此至宝，只能摸不能抢。实在太可惜了，宝宝，我有门功法修炼，需要你的镯子帮忙。小哥哥，你拿去用吧，不过不能送你哦，否则娘亲会打俺屁股的。好，等我功法修成，我就送你回家。不，我不回去，天星门太闷了，
俺还要替爹爹做一件大事，还要让他们知道俺也能帮他做事，早就不是小孩子了。小哥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方寒。方寒哥哥。对了，你刚刚请我吃好吃的，那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，那边有个石洞，有好多漂亮石头，你跟我来。好。这小子竟然将一个神通秘境的魔女杀得无影无踪，他的能力应该已经在叶师兄之上了吧？这小子身边的小娃娃好像是群星门的，不知他们要去做什么呀？想不到方寒这小子跟群星门还有关联，那我们还跟不跟？跟！不见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走！又出现了。什么？倒要看看，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全圣河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黄泉？不可能！那是我魔族的地底圣河，早在几千年前就被黄泉大帝炼化。从此之后，世间再难寻觅。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乃堂堂地魔国公魔灵是也。你一条小小的蛟龙，赶紧将我释放！如若不然，我定教你！定教我如何？啊！你不是普通的蛟龙，你是？不错，我就是黄泉圣河的龙脉。你现在处于蛟伏黄泉图之中。蛟伏黄泉图，黄泉大帝，不可能！黄泉河的龙脉不亚于长生秘境中的魔皇魔神，仙道至尊。你这么弱，怎么可能会是黄泉河的龙脉？天道循环，此消彼长，往复不息。你一个魔道小辈，又知道些什么？我要挣扎，即便我现在的实力没有从前的1/1000，你也逃不出这蛟伏黄泉图。那刚才与我交手的小子是？自然是黄泉大帝的传人，未来的一代魔帝。哼，一个肉身境的人族也敢妄称魔帝，简直荒唐！我魔灵身负魔皇血血高贵，又是地魔之中的国公，位高权重。倘若你奉我为主，
让我继承皇权大帝的道统，我更有机会让你恢复全部实力，重振皇权。放下！微末道行，居然也敢对我使用魔功！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做我的主人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这是用黄泉水炼制的忘情符，只要我心念一动，你立刻就会变成一具行尸走肉，修行之路从此断绝。能在方寒的成长期间跟随他，是你几世修来的福分。好生做方寒的侍女，要是表现得好，前途不可限量。想不到我堂堂地魔国公，竟要受此屈辱。你日后会感激我的。焚烧法经玉石来煮沸黄泉水，必会让你感受蚀骨粉碎之痛。但成就神通之后带来的好处也无法估量，你明白吗？天伦天子，地府轮岗，鬼门悠悠，生死无常，安然不动，属大地。今日生命如密藏，所谓地藏，阿卜三罗，黑白之门。必须抗过焚金错骨的痛苦，要不然还谈什么10年之约？如何给红衣报仇？方寒，能在肉身境就使用纯阳法宝修炼的机会万中无一。这星云泡泡就是你的仙源，日月五星镯的星力纯阳为一，能改根骨、塑形体，更能助你冲破关卡。阎罗天子，地府轮岗，鬼门悠悠，生死无常。
千古，心有神通，达万事。力纳乾坤，吞日月；神游太虚，开先知。精神转化为法力，这就是神通秘境。法力，这神通秘境的法力波动，他突破了神通秘境。在神通秘境的眼皮子底下，你想往哪儿跑？收敛气息，不用做多余的动作。有引力符在，他未必会注意到我们。待他自己离开此地，才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师兄，哎呀，这么巧啊！我们也刚好在这里历练，没想到竟能与师兄偶遇。莫非刚刚的法力波动？恭喜师兄突破神秘！嘿嘿，好玩，真好玩！这两个人长得真好玩。多谢星云宝宝，借我法宝，助我突破神通秘境。小事儿，小事儿，要不是怕俺娘亲生气，这镯子就送你了。糟了，俺娘亲要出关啦！星主夫人，宝宝，你又淘气了，居然趁我闭关偷偷跑出来玩耍。不是的，娘亲，现在外界纷纷传言，北海茶也得到交付黄金图，仙魔两道都在找他。他怎么说也是我全心门的弟子，孤身在外遇到危险，怎么能不管呢？你与爹爹都这么忙，俺就是想帮你们把他接回来。念你有此初衷，这次就算了。交付黄泉图的事，不是你能参与得了的。俺知道错了。速速跟我回山吧。哦，不说我了。此间发生的事情，我已知晓。看来羽化门又多了一位颇有心性的真传弟子。这次你救了我家宝宝，我自然不能吝啬。这里有我刚刚炼制的一枚星斗聚法丹，正好可助你稳固境界，加深对天地大道的感悟。谢过星主夫人。都没事了，来找你玩。宝宝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方寒，你很不错。希望5年之后的群仙大会，我们还能见面。群仙大会，
就是仙道石门每隔1甲子就会举行一次的仙道大会。言，当务之急还是要抓紧安顿好白海禅师傅的遗体。之前处理的太过草率，若是有人追查到龙渊河，不但白海禅师傅的肉身不能保全，而我也会陷入危险之中。还是将遗体转移到蛟伏黄泉图内比较稳妥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这单你拿去，看看有没有被动手脚。不错，仙路险阻，要想走得久远，就不能轻信他人。不过，眼下还是先解决了这2个人。方师兄，我兄弟2人只是来地体历练，师兄为何将我们……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想好了再说。哎呀，是叶南天逼我们来见师师兄的。那叶南天力令智昏，嫉贤妒能，用卑劣的手段残害了无数才华横溢的门内弟子。如今竟敢算计到方师兄头上，实在罪不可恕。对，我等虽与其同为羽化门弟子，亦是不识其为人，只恨实力不济，不能为师兄剿灭此恶。但只要我等回到门派，必与其划清界限，将其罪行上报执法长老。我不会杀你们灭口，还会放你们回去，更要你们继续待在叶南天身边。只不过，是作为我的眼线，让他知道我想让他知道的。安心为我做事，不要有多余的想法，否则我一个念头，将你们变为吃剩，修行之路从此断绝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我等谨遵方寒师兄法旨。这2柄疾风魔刀，赏赐给你们了。我们兄弟2人以后就为方寒师兄马首是瞻，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。好了，回去之后就说是，好。就这样放他们回去？此等贪生怕死、毫无信义之人，无非就是以利益诱惑，以实力震慑，以手段制约而已。况且，他们的生死就在我一念之间，无需在意。好，只有如此的形式，才可以统领黄泉门无数生灵。你做得很不错。我在这个魔女的神识中，也种下了忘情符。只要被你我察觉其心有2志，便可直接击杀。魔灵拜见帝君，恭祝帝君日后一统魔门，千秋万代，与世长存。帝君，以我的实力，若被人得知以帝君自居，
你觉得会是怎样的结果？你叫我帝君，是何居心？记住，不要叫我什么帝君，你也不再是魔灵，以后便叫方小云吧。是我的侍女，对我要以公子相称。是，公子。爷，你，搞什么鬼？嘿，我们走。是，公子。有忘情符在，凭我自己万难脱身。不过，若能将交付黄泉图的消息传回宗门，引来大能争夺，必有一些生机。客官齐了。您二位应该不是本地人吧？我龙渊省物华天宝人杰地灵，来这儿可得好好逛逛呢。哦，是吗？那是自然。嘿，不瞒您说啊，就在最近，龙渊方家还出了一位仙人呢。人家得道成仙，你高兴个什么劲儿？嘿，这位姑娘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那可是仙人呐，福佑一方，怎么能和我无关呢？当年我只是见了一眼，就顺风顺水，无病无灾呀。那方府大小姐打小就气质非凡，不似凡人，如今成了仙人，更是仙气飘飘啊。可惜那天我离得太远，没看太清楚，但是方府的喜钱我确实拿到手了，那真是……你先下去吧。得嘞，二位慢用。狗奴才，不好好养马，干什么去了？我不过是去喝了口水，怎么打成这样？不过是个小马，还敢嘴硬？别打死！别打！养马，让你不好好养马！嘿，狗奴才，说你什么你就听着，轮不到你来说话。赤脚粗麻梦中妇，鲜衣怒马望长生。多少人想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却是无路可走。但席间，或只剩下一抔黄土。修行之路早已被仙魔两道掌控，凡人只能在这世上艰难存活。有的吃就不错了，马吃草，狼吃肉，魔族以万物生灵为给养，天道之下皆是蝼蚁，这便是命，何况凡人？我曾经便是这样的凡人，你所谓的天道，也并非一成不变。哼，你不过是依仗些许奇遇罢了，要不凭什么达到如今的地步？这确实是我的奇遇。我出身低贱，受尽欺凌，稍有不慎就是性命之忧。于是，我冒死偷师，付出比那些所谓的方家子弟多出数倍的艰辛。当奇遇出现，我就在那里，所以是我坐在你面前。天命不佑，我便逆天改命；天运不济，我便据天运为己有。我方寒
就是不信命。我要打破这世间三六九等，就是要与天斗上一斗。我要重塑轮回，开创一条万物生灵皆可容纳的通篇大道，让众生平等，人神殊龙。客官，您慢走。是魔道的气息。走。天绝宗的绝品宝器五岳王鼎，遗失多年，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？不要节外生枝。